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12，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到第6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63章，对以东的波斯拉城得来，穿红衫外袍迄位是啥人？青草花米长毛威力大步向前迈进迄位是啥人？是我，有大气力拯救的上主，我来宣告胜利。是安怎？你的外袍是红色，亲像地大酒屈的人的衫。上主讲：我家己一个伫酒屈踏葡萄，我的子民无人甲我做伙。我伫受气中踏列国，伫大受气中吞踏因。因的血喷着我的外袍，拍拉伤我所有的衫。伸冤的日，我已经领得，我救赎的年嘛已经到。我四界看，毋过无一个来帮衬。我注意看，竟然无人来协助。所以我靠家己的气力施行拯救。我会大受气，加强我的决心。我伫受气中吞踏列国的人民，伫大受气中拍碎因。我甲因的血拼伫地里。我要讲起上主不变的疼，要称赞伊为着咱所做一切的作为。上主有照伊的恩惠甲丰盛的慈爱，大大赐福予以色列家。上主讲，因确实是我的子民，是袂惊诡诈的主行仪。安尼，伊就做因的救主，伫因一切的苦难中，伊嘛当受苦。伊找伊面前的使者解救因，伊用伊的疼，伊的怜悯救赎因。伫古早的时，伊拢甲因抱，甲因歹，因竟然背叛，互以上的神忧伤。所以上主变做因的敌人，甲因作对。迄时因才想起古早，伊的仆人摩西的日子。因问：呾迄位将伊的子民甲因的领袖对海中救出来的上主伫倒位？迄位将圣的神赐予因的上主伫倒位？迄位行伫摩西的正边，用大气力的手骨，甲海水分做两边，为家己建立永远的名的上主伫倒位？迄位带伊的子民过深海，互因亲像马伫旷野伫走袂跋倒的上主伫倒位？上主的神互伊的子民得到安息，亲像牛群落去山谷。你就是安尼引带你的子民，为家己建立荣耀的名。求你对天顶压落来看，对你圣佮荣耀的所在看。你的热诚甲你的气力伫倒位？你热情的疼甲怜悯伫倒位？毋通毋插怨。虽然阿伯拉罕毋捌怨，哪国毋承认怨，毋过你是阮的老爸，上主，你是阮的老爸。对古早你的称呼是阮的救赎主。上主啊，是安怎你互阮偏离你的道路？是安怎互阮硬心毋敬畏你？因为你仆人的缘故，求你回心转意，为着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求你回来。你神的子民不过暂时得到你应允的土地，毋过阮的对敌已经吞踏你的圣所。阮敢若毋捌受你统治，敢若毋捌做你的子民。第64章，你若毋疼离天降落来，你一日出现，正山就摇动，亲像火点着焦柴，亲像火甲水兄滚。愿敌人捌你的名，
万国伫你诶面前皮皮纸，你捌做阮料想袂到，通行为诶代志。迄时你降临，正山拢摇掣。对古早以来，人毋捌听过，耳孔毋捌听着，目睭嘛毋捌看见你以外有上帝，会当为着听候伊诶人做代志。你欢喜接纳行为正直诶人，就是遐个会记得你、尊叹你道路诶人。毋过你生气，因为阮犯罪。即款情形已经真久，阮哪会得救？阮亲像一个无清气诶人，阮一切义诶行为亲像一领垃圾衫，阮拢亲像树叶冷去，阮诶罪过亲像风甲阮吹去。无人求叫你诶名，无人甲你求条条，因为你面越走毋看阮，将阮放互阮诶罪管辖。毋过上主啊，你犹原是阮诶老爸，阮是黏土，你是烧灰师傅，阮拢是你亲手做诶。上主啊，毋通对阮发大生气，毋通永远记牢阮诶罪过。看咧，阮拢是你诶子民，求你看顾。你成诶城市已经变做旷野，锡安已经变做荒坡，耶路撒冷已经荒废。阮神圣搁水会电，阮诶祖先称赞你诶所在，拢互火烧了了。阮心目诶好所在，拢毁坏啦。上主啊，经过这代志，你减要忍袂牢，你减会甜点点，互阮受大苦难。第65章，上主讲：无追求我诶，我要互因找着；无找我诶，我要互因拄着。我对无求叫我诶名诶国家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。我规日伸手听候背逆诶子民，因照家己诶邪念行歹路。这人民当我诶面一直惹我生气，伫园内对偶像献祭，伫单顶甲神明烧香，因用墓空口做眠床，伫石洞内过暝，因食猪肉，规鼎拢是无清气诶米煮诶汤。因讲闪开，阮通活来，我身上袂磕着。这人互我鼻孔呛烟，规日规目倒火。看咧，这个我拢已经写起来，我一定袂点点。我要报应，彻底甲因报应，因为因甲因诶列祖犯同款诶罪，伫山顶烧香，伫山梁仔亵渎我。我要照因应得诶甲因报应，照因诶行为刑罚因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安尼讲：人找到规拍葡萄，会当做新酒。伊会讲，毋通甲伊毁坏，因为内面有祝福。所以为着我诶仆人诶缘故，我袂甲因全部消灭。我要互哪国有后代，对犹大出子孙继承我诶正山。我竞选诶子民为承接即块土地，我诶仆人会伫遐徛起。沙伦平原会变做羊群诶牧场，阿甲山谷会变做牛群歇困诶所在。这个拢要赐予找求我诶子民。毋过，恁这个放杀上主诶人，恁袂记得我诶圣山锡安，为着好运诶神办倒，搁为着命运诶神倒满调和诶酒。我一定要互恁死伫刀下，互恁规地受杀死，因为我叫
恁毋认，我讲恁毋听，恁颠倒做我看做歹的代志，以后我无爱的事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的仆人一定有通食，毋过恁会枵饿；我的仆人有通啉，毋过恁会喙干；我的仆人会欢喜，毋过恁会见笑；我的仆人会欢喜唱歌，毋过恁会忧伤哀哭，因为心神忧苦大声吼，恁的名会留地，互我的选民用来咒诅。至悬的上主会甲恁消灭，毋过会互恁伊的仆人另外一个名。安尼，所有伫即个地为家己求福气的人，会对信实的上帝得到福气；所有伫即个地咒诅的人，会记信实的上帝咒詛，因为早前的患难会互人袂记得，会对我的目睭前消失。上主讲：恁看，我要创造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过去的代志人袂阁记得，袂阁怀念。恁着因为我伫创造的一切永远欢喜快乐，为着我要创造的耶路撒冷充满欢喜，为着城内的居民充满快乐。我因为耶路撒冷来欢喜，要因为我的子民来快乐。城内袂阁听到啼哭的声，嘛袂阁听见哀哭的声。伫遐袂阁有干焦活几日仔的婴仔，嘛袂有血受未满就死的老人。食100岁死去的人嘛想讲伊要少年，食无到100岁的人会想讲伊是受咒诅。因为起厝，家己住伫内面；因为栽种葡萄园，食园内的果子；因起厝袂互别人占去住；因栽种袂互别人抢去食。树活偌久，我的子民嘛会活遐久。我的选民会久长享受劳苦得来的成果，因的劳碌袂落空。因生的囝儿袂拄着灾难，因为因是上主赐福的人的子孙。因的后代嘛是安尼，因要袂求叫，我就应允；因要得讲，我就应答。豺狼甲羊羔会做伙食，狮会亲像牛食草，蛇会食物，妖龟是土粉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有伤害，嘛无破坏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第66章，上主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点。恁要伫倒位为着我去供殿？倒位会当做我安息的所在？遮个一切是我的手所做，所以遮个拢是我的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要看顾的是困苦心灵痛悔，听着我的话就惊畏的人。杀牛献做祭嘛杀人，献羊羔嘛讲断狗的红棍，献素祭嘛献猪的血，烧乳香嘛赞美偶像。这款人已经选定家己的路，因的心意爱通厌恶的事，所以我选定要虐待因，互惊吓的代志临到因，因为我叫无人应，我讲因毋听，因颠倒做我看做邪恶的事，选择我无欢喜的代志。听到上主的话就惊畏的人，恁着听伊的话。伊讲：恁家己的兄弟怨恨恁，因为我的名的缘故气杀恁。因讲：愿上主得到荣耀，互阮通看见你的欢喜。其实因才是应该受凌辱的。听咧，城内有喧哗的声，
对圣殿有声发出，这是上主在报应伊敌人的声。圣城要未探听就生产，色安要未吹准就生囝。啥人捌听到这款事？啥人捌看见这个代志？检有国家伫一日内就产生，检有民族伫10000年久就生出来。毋过色安一个开始推准，囝儿就出世。上主安尼讲：我既然互人临盆，检无有互婴仔生出来。你的上帝安尼问：我是互婴仔出世的，检会甲母胎关起来。恁遮个疼惜耶路撒冷的人，着甲伊做伙欢喜，为着伊快乐；恁遮个为着伊悲伤的人，着甲伊做伙欢喜庆祝。恁通伫伊的行程顺令得到满足，得到安慰。对伊充足的令得到养饲来欢喜。上主讲：我要互耶路撒冷欢迎，亲像河流直直流；我要互万国的财富，亲像溪水，甲你淹满。我要甲你抱伫胸前，互你使令；伫脚头屋顶，甲你耍，甲你弄。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，我嘛要安慰恁。恁会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，恁会看见，心就欢喜。亲像草得到润泽茂盛，恁会愈勇壮。人拢会知，我上主的气力，甲服侍我的人同在。我的生气会对我的敌人发出。看咧，上主伫火中来临，伊的战车亲像光烈仔风扫来。伊伫大受气中施行伊的报应，伫大火中执行伊的刑罚。上主要用火甲刀审判全人类，真侪人会互上主处死。上主讲：遐会照异教的仪式，圣白家己，洁净家己，缀人入去园内拜偶像，食猪肉、鸟鼠。通厌恶的物的人，拢会做一个灭亡。我知因的作为甲意念，我要来啦！要将万国以及讲逐种语言的人拢集活来，因为来会看见我阳光。我要伫因中间采一个记号，佮对因中间找逃脱的人起列国。就是他是利比亚、欧舍咸的鲁迪亚、托巴、希腊，佮到还毋捌听到我的名，毋捌看到我的阳光，遐远远的海岛，因要伫列国传播我的阳光。上主安尼讲，因要对列国将恁的同胞带倒来，有的骑马。有的坐战车、马车，有的骑犁、骆驼，来我的圣山耶路撒冷，做礼物献予上主，拄亲像以色列人用清气的器具炖祭物献伫上主的殿。我嘛要指定因中间一寡人做祭司，做利未人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我要做个新天新地，为照我的旨意久长存在。恁的后代甲恁的名嘛会安尼久长存在。每月的初一甲逐个安息日，所有的人拢会来我面前敬拜我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敬拜我的人出去，会看见背叛我的人的尸体，食遐个尸体的蛀虫袂死，烧因的火袂花，所有的人拢会厌恶因。咱今仔日圣言节伫以赛亚书第63章到第66章。